旧历3月妈祖生特别教路，伫咧新竹的一间中和宫，有280年历史的妈祖庙。传说讲内面镇定的两神妈祖头壳顶头有一簇美洲圣庙林平娘本人的头毛，而且妈祖也真爱水，头鬃若无洗好势，就无袂出顺。轻脚洗手，将妈祖的帽仔摕落来，会使看到真济头鬃。根据史料记载，有280档历史的新竹中和宫，内底这身妈祖身上的头鬃来自妈祖真身，全世界独一无二。较早就是大陆伊即个论文报道加来，就是研究报告起来，就是讲咱目前有3尊大马、二马、三马，唯即摆仅存的就是咱即尊三马、正三马，有头毛就是咱中和宫安尼。八来二楼，庙方阁保存真济文物，包括妈祖当年来台湾的时阵所做len桥啊、甲香条，每一件拢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乾隆年代时阵乾隆7年前坐庞尊妈祖坐即种桥用庞尊来甲咱台湾德产新建，这中和宫去。因为自从时咱这北门街这德产这是非常繁华的所在，所以真侪高雄拢行船的这个安全所以为大陆专程请即阵美洲祖庙这三马来甲咱新竹。中和宫起在古早新竹北门城楼外口，所以外界拢甲这号做外妈祖庙。民国74年，经过内政部指定，国家3级古迹，透过文物，民众嘛通更加了解过去的历史。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